说水阁好，国情解说两句，我含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义。好朋友，过去有真侪民间的俗语歌谣，讲起来现代拢爱有无共款新的解说。你像讲布袋戏一条主题歌《苦海女神娘》，郭靖捌亲身访问作词写这条歌，就是布袋戏主演的国宝黄俊荣老师。我甲问讲老师啊，这条《苦海女神娘》内底歌词讲：讨厌交男子，欢迎女朋友；讨厌文雅幼秀，欢喜学风流。毋则现代有真侪女性的同性恋同志，拢将这条歌当作心内的主题歌。当时你写这条歌，敢是这款的用意？黄俊荣老师才讲毋是，是在我迄当阵无看到这款社会变迁。我是发觉讲，有真侪这女性比较男性也无较输，伫大公司内底伫咧做主管，我才会写这条苦海女神娘。毋则讲过去的歌谣、过去的俗语，现代拢爱有新的解说。你像讲100-200年前，你互囡仔读学汉文的硕士宪文，国情今日有哪扣出几落句，咱要来加添现代无共款的理解。见面头一句顶个句，咱来讲茫茫四海人无数，哪个男儿是丈夫？这两句免啥想解说，咱一看就知。眼看出去四海茫茫，无数人的坐啦。毋过吼，到底倒一个男性，才真正是丈夫？毋过对遮咱会当解说，也会当了解讲，毋是查甫就做大丈夫，毋是哦。实在讲，这个丈夫、大丈夫，现代爱甲解说讲有种种好的品德的人，甲人往来真善良，做工课真正直，安尼才叫做大丈夫。毋则硕士宪文内底第二句，国情佫扣一句讲：酒中不义真君子，宰相分明大丈夫。对啦。咱以现代角度来甲看，当然传统人来讲食酒吼，毋通迄落话比猫仔问较济。毋过咱即马嘛知影，个人酒票无共，你共计较啥？总是酒中不义，这有一部好，就是咱咧讲的言道必实。所以咧鼓励人讲酒中不义真君子，因为酒醉落去，有当阵啊，人的性情会乱去。共款第二句，咱看足济社会上大官大户，也是讲生理做了更较大发展的。拢一定第一要紧，钱项的爱甲人清楚，毋则讲或者宰相分明大丈夫，这就无分男女啊哦，毋是讲查甫才会当做大丈夫，毋是，就是爱有这款好的品德、好的作为，钱项的爱甲人讲甲一点一滴算互真，毋通安尼共偏，毋通安尼共占，安尼就做大丈夫。过来第三句，这真正足有体会的话。顶句讲做求人思求大丈夫，下句讲做济人思济急事务。人生一定有风险，咱若真正遇到困难的时阵，要去共拜托，嘛要找迄款做人甲人有坐徛照起工、好品德的人，这款叫做大丈夫。咱若有法度手心向的要共真济，嘛着爱雪中送炭，毋通锦上添花。你讲看有影？